台湾防止防止儿童受虐待的机制分做3级来预防处理。安尼机制就亲像一张社会防护网，也毋过是毋是有漏沟？若发现这个漏沟，搁要安怎来补破网呢？来看咱的报道。谢谢你。一妈妈甲一岁半小姐安尼笑眯眯，不过其实小姐毋是伊的亲生囝，是社会局的安迪个案。随时都喊肚子饿，看到人家吃东西就是开始哭哦，我要吃哦。小姐也有一个公母，个被5岁兄哥，2个拢被安顿伫家养家庭，因为因的妈妈无工作，爸爸在家。他是把哥哥交给朋友照顾，那是跟朋友说他是要到国外去工作。朋友在妈妈离台之后，他可能有一些反悔，那加上又联系不到妈妈，所以他就直接跟社会局那边做一个联系。根据台中市社会局统计，民国107年儿童保护案件通报来源上侪是学校通报1148件，警政系统831件，再来是民众的通报，卡113专线有599件。去年107年的通报量大概3535件来看，那大概有30%的案件我们会开案服务，就是他真的可能有儿虐问题了。台中市社会局嘛统计107年儿童保护案件被害者的年龄，12到18岁1572个人，再来是6岁到12岁846个，6岁以内人数嘛真多697个，尤其是2岁内囡仔，因大部分的时间拢踮伫厝内。根据统计，虐待者的身份上侪是亲生老爸，再来是妈妈，然后是妈妈的登记人或者后者。厝内是虐待案件上经常发生的地点。照顾者跟孩子是在一个所谓私密的空间，那如果照顾者他的照顾能力不够，或者是说他真的对孩子要有施虐的话，其实是很难被发现。2岁内细汉囡仔袂晓表达，若是听到因安尼一直咧吼，或者身上出现伤痕的，经常腹肚枵，厝边隔壁都爱卡家暴咧，赶紧卡113通报。这通电话无定就是囡仔上重要的救命电话。打一打就好了。发现囡仔受伤，爱赶紧送到病院验伤。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有一套快态验伤册，发明的人就是尹翠玲医师。依照这个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受伤时间，我们就可以推论他到底是身上的伤是新伤还是旧伤。90度的直角尺顶面有各种色水，代表红血球代谢的天数。红色是受伤2天，那紫色的是2天到5天，绿色的5天到7天，黄色的是7天到9天。伊嘛会当测谎，若是问照顾者囡仔什么时阵受伤，回答出来天数，若是甲受伤的色水无符合，就会当合理的判定照顾者公白惨。直接透过这样看伤。多普血光源仪器所发出来那紫色光，照伫空喙顶面，当详细看出这伤痕色水深浅，判断讲伤害的程度是一次性的关卡，也是讲多处恶意的毒打。一直检查到脚底，快速准确的替儿童验伤，确定受虐待了后，启动保护机制。台湾的保护机制有3级的预防，初级的预防是上尖端的教育宣导，次级的发现高风险家庭，列入保护辅导案件，最后是3级，已经发生家暴虐待紧急介入安置。台湾的社工人员伫次级预防访视高风险家庭的时，却经常因为法律后因的公关力不足，造成执行上的困难。在美国，他们措施就会比较强烈一点，他们会以保护儿童为优先。所以当每看到儿童被虐待的时候，他们是先不管原因，先把儿童保护起来。我们的儿权法是有规定，如果当社工觉得这个孩子有生命之虞的时候，他其实是可以强制安置的。之后如果想要继续安置，法官要同意以后，他才能够继续安置。初级预防的宣导真重要，尤其是通报这件代志。我们很不希望就是在网络上面各种资讯传递，因为这样的传递，第一个对孩子来讲，对这个家庭都不是保护，都是一个很大的烙印。网络社群发达发现儿童虐待事件，且唔通先扑上网，直接卡113或者报警，交予专业人员处理，才会当第一时间启动保护机制。